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蒙古能源资源有限公司的乌哈霍德格煤矿。我们公司是把自己价值观定义为人的一家矿业公司，因此高度重视劳动安全，并始终努力确保工作岗位安全。请您参观乌哈霍德格煤矿的矿区、洗煤厂、发电厂和水库前了解安全指示，且参观煤矿的过程中有义务遵守劳动安全指示。首先要穿戴公司提供的反光背心、护目镜、安全帽和钢头鞋，穿着短袖衬衫、高跟鞋、路机鞋和鞋子的人员不得进入矿区。如有必要，保安人员有权检查您的许可证或临时身份证。严禁酒后或服用麻醉毒品的人员进入矿区。进入矿区的所有人员都必须乘坐专用车辆在指定范围内参观。外来客人没有导航车陪同下，禁止在矿区开车行驶。行车前，请您必须关闭车窗，系好安全带。乘坐专用车辆的实载人数都不得超过核载人数。陪同负责矿区人给予下车允许后，外来人员可以在指定范围内下车。参观乌哈霍德格煤矿期间，要听从矿区负责人的指挥。外来人员不得随意离开车辆或离开陪同矿区负责人。外来人员在指定的位置观看煤矿开采业务，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。未经事先许可，禁止进入发电厂、洗煤厂、矿区现场、触摸机械设备、攀爬机械、拍照或录像。你要得到矿区负责人的同意后，可以进入洗煤厂、发电厂和煤矿维修中心，在允许范围内进行参观。请勿靠近机械设备2米以内，因为我们工厂使用许多移动设备和机械。外来人员进入现场之前，必须跟现场负责人取得联系，得到许可以后，陪同人员和矿区负责人在矿区的允许范围内参观。洗煤厂噪音大，进入洗煤厂的人员必须戴好耳塞和口罩，以防噪音和灰尘。同时，禁止进入带有辐射发生器的建筑物。不得干扰洗煤厂、发电厂和煤矿轮班工人的工作。禁止在矿区内乱丢垃圾。为确保消防安全，严禁明火，严禁在非指定的场所抽烟，严禁在车内抽烟。如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，请联系您的陪同矿区的负责人。欢迎参观在蒙古戈壁地区由蒙古人独立经营的乌哈霍德格煤矿。